这些资料里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边全部都是植物性的？后学没有刻意说去找说，哎，这是素食的哦。后学只有在找7大类营养素的时候，后学发现这边全部看到的都是素食的。素食的营养素确实是比在肉类，吃荤食的人肉类的这个营养素啊，来的还要丰富。那第6个呢，就是水。水呢，它是算人体的运输网它占了人体的55%到65%，它是一个溶解液，是一个润滑剂，甚至是可以做我们身体调节温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那我们人体呢有60%是水所以呢，水呢可以保证我们人体血液循环的量然后保持我们各个器官呢可以正常的运作，正常的去做一个新陈代谢如果水呢不足甚至会对我们生命是会造成非常大的危害因为以前像我们都有听过阳光、空气、水，这是最重要的3大元素嘛所以呢，水呢在我们人体里面，你看占了60%所以非常的重要。不要说今天一天后学有学过一个就是计算方式，是说在夏天的时候，女性的体重乘以30，那如果要减重的话，可能要乘以到40、50。那男性的话是基本上是要用你的体重去乘以40这个是你一天要喝的水的量。像假设后学不要讲我的体重讲这个体重好像有点太敏感假设说以比例以50公斤的人来讲，50公斤的女性，她一天要乘以30，就是5、35，她一天至少要喝1500cc 的水。那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建议会喝到就是你的体重乘以40就50、20、2000cc 的水，这算是比较正常的，就是一般的量，基本的量那接下来就再来介绍一下纤维素纤维素呢，它算是人体的清道夫。那粗纤维呢？纤维有分粗纤维跟细纤维那粗的纤维呢，它含在植物里面在芹菜跟韭菜里面那因为我们吃素食，我们没有吃韭菜，那芹菜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来源它可以保持我们人体肠道的清洁促进肠道的蠕动，排泄毒素。然后呢，它还可以保证我们排便的量可以增加排便的量。那在平常蔬菜里面比较容易摄取得到，因为像纤维素在肉类里面是几乎说是不可能应该是没有的啦它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然后做我们体内的那个清除我们体内的废物减低胆固醇的吸收率产生饱足感。那个纤维呢，它又可以分为可溶性的纤维和不可溶的纤维那可溶性的纤维呢，它包含像海带芽、海带这种含有一点点带有粘性的那个物质它叫做褐藻酸它还有蒟蒻，它所含的甘露聚糖这一类的纤维呢，它可以降低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所以呢，它会有效的可以控制我们血里面的坏的胆固醇的数值甚至它可以减少动脉硬化的发生率跟预防胆结石。所以膳食纤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你看海带芽呢海藻类呢，它含碘的那个量非常的高那碘呢，它是对于我们的神经有安定的作用，甚至它可以恢复我们身心的活力。如果说觉得说，我最近好像比较没有活力呢，那可能要考虑一下说，是不是来补充一下海带、海藻类的海苔然后还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代谢那呢，这个海带芽跟海带，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它可以强壮骨骼。为什么？因为它钙含量很高大家都知道说，应该有在看剧或者现在常常在看韩剧的人都知道，韩国人
生日的时候都要喝海带汤，对不对？后学以前也在想说，那可是这其实是后学自己想的，我后学没有去验证，但是后学觉得说，哎，生日的时候喝海带芽汤很好哎，为什么？因为像小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如果说多喝一点海带芽汤啊，它是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对不对？那它是可以，甚至还有很多的矿物质，它可以帮助小孩子的成长。所以啊，生日的时候好像喝海带芽汤比吃蛋糕好可是不可以这么讲因为我女儿在做蛋糕的这样子的话，大家以后都喝海带芽汤，没有人订蛋糕也不可以还是要订蛋糕那就是吃蛋糕，然后配海带芽汤好了。海带帮助胃寒改善胃寒，可以用海带。很丰富的那个钙质，还有降低血压的钾，还有可以净化血液的矿物质。所以矿物质非常的重要它可以净化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所以它还有这个褐藻酸呢，它就可以把我们人体多余的胆固醇代谢到体外去有效的预防动脉硬化所以海带芽汤非常好那我们大家可以来做每个礼拜至少喝个1次的海带芽汤。海带芽如果有吃蛋的人，加个鸡蛋海带芽鸡蛋汤，甚至里面再加个豆腐蛮有营养的这一碗汤里面有豆腐蛋白质然后矿物质维生素也都有了还有好的油脂，加一点点的橄榄油下去，又有好的油脂这一碗汤也营养价值就非常的高了好，那我们看一下牛蒡呢，芹菜它的纤维呢，它是属于不可溶的纤维它可以促使我们肠内有害的物质加速排出体外。那后学呢，以前有听过营养师在形容说这个不可溶的纤维它在我们肠道扮演的一个角色，它就像一个刷子。像我们知道如果水沟卡住了，或者污泥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刷子去把它刷一刷它附着在水沟旁边的脏污它才可以去除得掉。甚至有时候我们家里的水管马桶有时候不太通的时候，我们要用一点通乐，对不对它这个不可溶的纤维，它就有点像这个通乐跟刷子的功能一样，它会帮我们把肠壁比较肥厚的一些油脂不好的物质粘在我们肠壁上的一些物质不好的物质油脂代谢出去就像刷子一样把我们的肠胃刷干净但是呢要比较注意，就是它这个纤维含量很高它有时候不小心吃太多会引起腹泻。可是我觉得以我们要吃到说它牛蒡跟芹菜的纤维要吃到过量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在吃顶多你炒一盘就一家人一起吃，顶多也吃个几口而已，不太可能说你一个人是芹菜1把，或者甚至你炒个5、6把菜市场买的一小把，你不可能一个人吃到这么多所以其实这个摄取的量其实也不会过多因为其实我们的肚子能装的东西也有限也不是只有吃芹菜，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只要适量的摄取就够了所以呢，只要我们积极的去摄取富含纤维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海藻、菇蕈类这个我们所以像这个海藻菇蕈类里面的热量它是0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说我们吃这些海藻跟菇会太高的热量所以不用担心说吃再多也不会增加到坏胆固醇的量，也不用担心肥胖的问题。所以吃素食真的很好，吃这些那个蔬菜水果也不能吃太多啦，蔬菜跟菇类、海藻类是非常的好。如果像有人跟后学一样要做一点点体重管理的人，可以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多吃一点这个菇类跟海藻类那根据那个卫生福利部呢有建议我们每个人的膳食纤维每天只要摄取25到35克就大概每天3碟的蔬菜
后2份的水果。其实3碟，大概其实1碟哦，就是大概自己的一个手掌，中间这1碟，这样每天这样3碟，应该差不多啦。一个人1天这样子吃这样子，应该是可以吃得到的啦哈。那也不会过量，好，吃多了一点点也还好。那我们呢建议哈，就是我们尽量去吃全谷根茎类，好，全谷类就像说糙米啊，甚至胚芽米。那如果刚开始吃不习惯呢，其实我们可以把那个米用1杯，糙米半杯，好，或者甚至里面加一点点麦片、燕麦，像薏仁啊。后学有一阵子哈，在做早餐吃的比较健康的时候，后学在我们家小朋友在大概国中的时候，国小国中的时候，后学都有做一个营养早餐给他们吃。虽然他们说很难吃，可是他们都乖乖的先把这一杯喝完。后学都煮个彩色豆，像黄豆、绿豆、红豆，然后薏仁，里面还有燕麦，哦，它可能还有糙米、紫米，哦，有大概将近10种吧。反正后学就是买一大包，那我一次煮呢就煮个3天份。那后学呢每天就是用舀，大概就是因为包含后学要吃，跟我儿子3个小孩要吃，那后学就会用1小碗，然后呢加上之前还有加上一些就是营养补充食品，然后加上苹果、芭乐或者是凤梨，这样子把它打成1杯。后学这样每天早上就喝那1杯，其实就饱足感非常的足够哈，那营养素也是蛮足够的。但是呢，因为后学的小孩还在青春期，那后学他们就说不好喝，那后学为了健康也不能不让他们喝啊，所以他们也乖乖的喝，他们就喝少一点，喝1小杯，那再给他们买一个三明治或者汉堡，让他们当早餐哈，这样子搭配，至少我先把底子给他们打好了，让他们先喝了一个营养的早餐。他们还要再吃，肚子饿啊！他们在发育期嘛，不可能喝这么1小杯就足够哈，所以就让他们再吃其他的东西，再补充一下哦，这样子他们也不会反弹那么大哈，就尽量从小杯开始哈。那很多人也会说有一种叫绿拿铁，现在很流行的绿拿铁，就是用这个综合蔬菜，因为后学没有打过，后学就比较不会尝试这一类，因为我觉得那个要达到好喝的，自己要去尝试好多次哈。那水果倒是可以做哈，像后学的经验来讲，凤梨加上苹果还有芭乐这三种水果加起来的口感是最好的。然后凤梨加其他水果都还蛮不错的。那还有就是火龙果，像最近的酪梨啊，除了打后学比较常打的就是布丁牛奶。那有些人会说布丁牛奶热量也太高，其实还好啦，你酪梨的量不要太多，其实是还可以的。如果说有浅显啊，有一些蛮不错的食谱啊，也可以跟各位跟我们分享哈。那像其他像海藻类啊、豆类啊、坚果类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我们只要每天其实这些你看，光是吃这一些东西，根本不需要吃到肉，不需要吃到鱼，我们的蛋白质、我们的矿物质、维生素就非常的丰富，甚至这个膳食纤维就都非常的丰富了哈。所以啊，其实吃素会真的会没有营养吗？会营养会比较不足吗？或者说不好吃吗？其实不会耶。这些不是吃素食的人他也会吃耶，这些蔬菜不是吃素的人也要吃耶。那后学以前啊也常有听到一些就是台语的那个谚语哈，就说吃鱼吃肉嘛就爱有菜嘎，这是后学以前就是常常会听到的那就是针对荤食的人说，你不能光只吃肉啊吃鱼啊，你要多补充一些蔬菜水果去就是说这个维生素、矿物质啊、膳食纤维非常丰富的东西不可以，你的饮食一定要非常的均衡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可以跟我们家人啊，如果说有一些像后学的家人都还没有吃素食的嘛，所以后学也会慢慢的去跟他们分享，就是说尽量就是少吃肉啊，就以那个蔬菜水果这些来去取代肉类的营养啊，其实是非常好的。那后学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些吃素食的名人哈。你看，像这个爱因斯坦哦，他是很久以前就非常有名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名人。他说啊，我认为啊，仅仅从对人的性情的影响来看，吃素的生活方式也将会对整个人类产生最有利的影响。非常有智慧的一段话哈。那还有啊，像我们那个脸书的创始人啊、创办人啊，马克祖克伯，他也是吃素的哦。他说啊，很多人都忘了，因为你想要吃肉，有动物会因此而死亡，所以啊，他的目标是不让自己忘记这件事情，然后并对所有的事情感恩。后学看到这段话非常的有感，然后非常的感动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又很慈悲的人那后学有抓一些都是这些都是蛮有名的人，像这个印度的国父他说啊他说我的确觉得人类要增进精神生活，必须要停止只为了满足一己的口腹之欲而屠杀动物的行为这也是非常慈悲的一个行为。那很多人说吃素，那运动家怎么办？运动家吃素营养足够吗？他有办法吗？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阿诺·施瓦辛格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英雄，对不对？他演的那个电影，而且他的肌肉非常的强壮所以他说，其实很多健身的人士都是素食者蛋白质是绝对可以从植物中找到的他也会常常建议朋友不要再吃肉了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但愿人们不要再买肉了就是可以停止这种就是吃肉啊买肉的这一些行为。如果大家不去买肉，就自然而然没有人会去屠杀那些动物了所以像这个接下来再看这个陈诗希呢，他是跆拳道的那个金牌选手你看他也是吃素肉食啊对地球环境的负担很大，而且还会增加人类跟其他生物之间的生存的竞争如果大多数的人可以采取，你看他说一天一餐素食的饮食它可以减少很多人与人或者跟动物之间的紧张的关系这非常的好你看他们都是吃素的运动员，并没有说因为他们吃素营养就不足包括像刚才后学分享到的，其实那个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是在豆类里面所以像运动家他们需要的蛋白质的那个量更大所以你看其实吃大豆的蛋白质比吃肉的那个蛋白质更好，而且更丰富。那接下来这个大家都家喻户晓的那个刘德华你看他跟他的妻子都吃素他说他是在女儿出生之后，为了照顾家人就推掉了所有的活动，然后呢他们请的月嫂不是吃素的所以他自己亲自去煮这个素食跟他的让他的老婆跟小孩子吃他希望保持家人纯净的素食的生活习惯非常好。还有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那个歌神我们的张学友，其实他是在结婚之后才开始吃素的他说他吃着吃着他也渐渐的爱上了吃素变成自己的饮食习惯所以他也觉得说，因为透过吃素也让自己比较的健康。他说包括流汗比较不臭精神也比较好，甚至皮肤也变好了。所以吃素有好多好多好多的好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陈柏正，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资深的演员他说他很多年以前他去钓鱼他钓鱼钓上来的那一刻，他看到鱼在那边挣扎，他突然觉得说哇，感受得到那只鱼的痛苦。他当下就把鱼全部放掉，不再吃鱼肉。他当下只是不吃鱼而已但是他说他后来在吃猪肉的时候，他也有这种感觉所以他说他觉得说应该要放下了，不要再吃
肉了，要跟这些动物就是要更慈悲一点，因为可能他也有在学佛，甚至说，因为后学没有去看他其他资料，但是我觉得说看他这一些，觉得说他一定是佛缘非常深厚的那他也觉得说要跟众生结这个善缘，他发了这个慈悲心，所以他就吃全素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赵薇他说啊，吃素的根本原因啊，是最慈悲，是爱心是尊重一切的生命。后学看到这些名人都会觉得说哇，大家都好有智慧哦。其实啊，包括我们道场，我们佛堂里面好多前贤其实都已经30-40年以上的亲口的人才了包括像我们现在的前人啊，周前人他已经吃素60几年了，从10几岁，但是他今年也80几岁，身体非常的硬朗那还有啊，像我们的父前人啊，他们一家应该是5代5代是5代的那个吃素的家庭的，包括像父前人的孙女啊，那个喜庆的女儿老大很厉害，她今年考上北一女，她是胎里素啊。那像我们的点传师啊，冯清新经理、阿朱姐，他们的儿子、孙子全部都是胎里素的，大家都非常的健康，而且非常的聪明。大家都有看过阿朱姐的那个孙女也是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可爱讲话的小孩子真的觉得说哇，吃素孩子不会输给那个吃荤的孩子，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的营养，而且重点是从小就培养他们这种慈悲心，然后不杀生跟动物做好朋友的这一个心态，我觉得是更重要的重点是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道心我们有这个道在支撑着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辈子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所以呢，后学也在这边透过这一堂课程，后学也真的是获益良多不只是说今天讲这个课程，因为后学觉得说讲这个课程，其实很多前贤比后学还要资深，甚至吃素食更久，那对素食的这些营养绝对是不输后学，包括道学，在道学上也比后学更深厚，然后更慈悲，因为更有智慧，这么早就选择要吃素食了那后学很感动是后学透过这一个准备这个课程透过上次演练，然后自己又在找资料验证，然后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后学发现吃素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而是为了这个世界的和平，真的必须要去做的。所以后学觉得好像现在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后学要更努力的去推广像后学前阵子比较忙后学真的也很感谢天恩师的后学的女儿开的甜点店非常的顺利在前一阵子接了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订单我们从6月20号到6月30号几乎是没有休息，每天至少都就是早早出门，可能7点左右出门，有时候晚上8、9点才到家，为了要制作那个订单。后学那段时间跟女儿早出晚归，那女儿呢是跟着我3餐都是素食，因为只要是后学有跟着她去店里工作的时候，因为她有发愿要吃早斋了所以她早上是一定是吃素食。那她有跟我说过，说妈妈，其实我没有吃肉也没差她觉得吃素食也很舒服，她不是非要吃肉，但是她现在是随缘，就是随缘吃素。像后学有跟着她一起出去的时候，她是跟着后学一起吃素食的她就觉得说反正就是这样子吃啊，那她本身就很喜欢吃蔬菜吃水果的人，所以其实我们以前有一个统称，我跟我女儿，我们说我们2个是菜虫，因为我们吃饭里面不能只有肉，我们一定要有菜才吃得下。那有菜没有肉没关系但是有肉没有菜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都自己有
就是说自己自我调侃自己说，我们是菜虫，我们喜欢吃跟虫一样喜欢吃菜哈。那其实后学也是慢慢的在影响女儿说，慢慢的尽量多吃蔬食哈，就是减少吃肉。好，那后学呢，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讲到这边为止哈。那其实呢，除了营养以外我们要均衡的营养饮食，那我们还有充足的睡眠。甚至要保持愉快的心情，适度的运动，还有足够的水分才可以让我们身体更健康生活品质更好。那在此呢，后学敬祝各位前贤大家身体健康，盛凡如意，道务宏展。感谢各位。今天的讲的不完整不完美的地方，请上天慈悲赦罪，请点传师各位前贤给后学多多指教，谢谢。好，感谢智贤讲师今晚的慈悲。伊今日讲了呢，互咱大家食素食遮久，了后咱知影讲咱的营养呢袂无够，咱只要呢，伊嘛咱讲咱若欠对种营养无够，咱会当食对一种就会使啊。尤其咱的蛋白质豆类就真济就对，其实智贤讲师呢，伊今仔嘛真正无简单，因为拜五讲，甲今仔讲今仔就搁精进足济，所以呢，智贤是一个非常用功的这个人才啊！大家这是咱值得大家去学习学习的对。大家若拢有像伊这款精神，咱的长敢袂方便对会。尤其今仔讲这适时者的饮食甲保健，互咱大家知影讲，咱食素食袂无营养，迄嘛是咱人自的心的这个显露啦。大家人拢有安尼，虽然话有专家咧食，话无专家咧食，像伊咧讲的，拄则讲的，咱负责人、咱电人师，因拢规家咧食，是安尼，咱咧华拢前较早就咧检讨，是安那人好德，因会倒会晓方便，因为因就喜欢全家动起来。咱爱想诶，讲有全家动起来无几个，付钱人、所员经理、站经理、杨经理，几个个像咱台中诶迄个做赖摊子因安尼，有规家拢去食素食，有规家咧参与，大家嘛，尤其咱嘛拢有希望讲咱会当规家拢动起来。但是呢，因为这个人的因缘无共，就是讲咱这个教育无够遐啦，尤其像阮这个子女从细汉就拢离不当但是呢，嘛拢叫阮食素食，但是呢，因为大汉了，咱的教育无够，伊大汉了，伊有自我意识，伊有伊的想法，伊的看法，伊无伫道中咧服务，因为伊无去参与，伊敢咧听了无够。伊家己无启悟，伊就是袂有迄个讲法官讲好，我要家恁安尼，家恁行这条路，这是咱爱上，互遐个感觉的了唯一的这个缺陷。尤其咱讲爱义字字教啦，像互遐阵叫阮咧少年拢叫袂使，我拢叫拜托校官还是师生来联络，但是咧叫一届两届，因有信心。两届尾叫到尾就无，因为伊无经常咧参与，无咧参与，伊的道心袂活，就无迄个原动力，伊的心都无入，较早伊会出来是讲伊细汉的时阵听，食咱的用咱的，咱若叫伊会听，但是甲伊家己有，出社会了，伊就家己有伊的看法啦。你若无互伊有产生兴趣的入来，对道理有捌。互伊有家己讲，有家己发愿，我要来行这条路，那安尼拢是鼓励啦。有时嘛毋是讲这原因嘛足济啦。虽然是安那爱上的人才，咱会拉少，会输好德，咱好德是讲规家，从小到大都带起来。但是咱嘛从小到大带起来，是安那咱无法度，就是讲咱的用心都无够，咱拢敢若迄个
无用趁钱尔。互伊读册，伊读册，上有班的先嘛讲啊。